台中头边坑的溪水，今年1月到3月拢有大量鱼仔死亡，因为尸体佮验到氰化物，所以环保局是无排除这是水源有电鍍的工厂偷排废水所造成的。目前已经查到12个业者。环保局稽查人员伫电鍍工厂收集水样，准备送验，因为台中市头边溪立民桥附近的河川，伫3月底时出现大量的死鱼仔。民众怀疑是水头的电鍍工厂偷排废水所致，环保局随成立专案稽查，发现有不少业者违规。它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不是有妥善的操作？那稽查同仁也会针对污水处理设施的每个单元去查核它操作的情形，是否有其他的管线特殊的不当的统槽，那来这样检视它现场的操作是不是有妥善，甚至是做采样的部分来用数据去验证。环保局表示讲，今年头边溪发生2摆的大规模鱼仔死亡，2摆尸体拢验到氰化物，因为部分电鍍的制定就要加氰化物，所以针对头边溪水头有用氰化物的业者进行稽查。其中12间因为金属废水处理流程无按照规定，已经依照水务法罚150万，其他也未稽查的业者最近也完成稽查。会每季定期监测，这是全台湾首次。我们定期监测河川撒氖氰化物的浓度、背景浓度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再强化这些没有装水管家的电镀业者，我们会再强力稽查。也毋那1摆的专案稽查，环保局强调讲，接下来针对大甲溪、大安溪、乌溪这3条台中主要河川进行定期氰化物检测，也高污染的事业24点钟检测漏水，目前已经有97派金属表面处理业者有到检测器，剩的3派业者会继续加强辅导。记者台中报道。